湘江水滔滔不断来，才知秋月雨，一滴一生愁。我年兰真，祖父年松，官拜当朝首相。弟弟四方责声礼部天官，父母年迈单身我兰真一人，与祖母作主，将我的终身许配那严勇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一语二人有余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路，我也曾派婢女飘香屡次相亲，怎奈他都不肯上来。唉，不知道他为了何故。官人啊，官人！好家为妻，实是难猜
立名字托内藏，必知何人发光。神兵之队预言的马瑞毛长不嫌疑，得是毛儿将士虎，把令应付不是计呀。小生郑勇表示关长，弟弟郑先官居三边宗旨，母亲张氏高寿王府，我本闭门勇昌公道，可年生之老臣。他上天荒奏一本，是我父教责失责。皇上听信在言，就将我父帮王西教再受，并将我埋门草着，是我该为长心，到王州谋求家中，不料杜玉叶母亲乖顺失窃，误将小生当作小妾做自算场。那叶母亲见我生平侧中，将逼我做他命令祭祀，待往京都传拜言送。那老者见我在马上前，就将生女聂兰珍终生许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乃无罪为报，岂能与你见着子女真情啊！罢了，我在历代侍奉小姐到此作甚？我是奉了小姐之命，到请姑爷常来。我要在书房读书，不去。哎呀，姑爷，救命啊！小丫头，我一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跪下口叫居民，究竟为何事？小
何谁去当？不谢故意。免得飘香去手那在，我上来快他真爱我有气转着母亲呀，母亲忙与他去世呀。你不是我早就说了。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离开叫我娘子，我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离开王称我一声小姐。事实将来，你有了功名，我啥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给李承光称我一声夫人。哼，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
也当有理非为之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哦，好一个有理非为之，来，从前也礼。娘子请坐，请坐啊。你屡次三番查票向秦武上来，究竟为了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里做甚？在书房嘛，读书啊。读书？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书尽原谅此故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官人为做事，官人，我请你做上采梅不做，不知道你是为了何事啊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事，我的心事与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也知一有人知我府内事，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我来分一步来不是我从小读过生言书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一怕去，那你就猜猜吧。我
无需挂虑家乡事。莫不是你言我也能是你的，不能陪你眼狼并不知啊！你言家也朝天下的关照，我何必苦等高攀你所不是？莫不是你连我拦身上列上，害得你官人少年子，哪里红掌到爷们，真理真话谁不知？莫是你言我来真容貌丑，能陪你眼狼一才子啊！夫妻岂可用也冷，何况你娘子美貌三西施。是吹不差了，为妻我倒可有一笔，笔走来。两条心，我到荒田测拔草，谁知所托半黄金，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为他一片心？官人，你嘛是杭州
上京，不信再来奔。哎呀，这本是下面语文章啊，官人啊，你真是面前莫生气，你在家人跟前莫谁呀强，七千不把张先生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？我嘛，还是回房去吧。哎哟，我刚要回房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不知道他叹些什么，等我听上一听，常言道：要知心我知，当听看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。小姐，她在书房里到4年去，我来了嘛。咦，我嘛你给回答她几句。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啊，官人啊，官人，来真啊，来真。你几次三番要慰问我的心事，小生不收。你哪里会知道啊？为妻不孝，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。
人分享天冷落，真朝中出见证上天黄州本，在了谢家一脉那门，到如今我天涯茫茫是此奔，举目不见一情人，可怜我人间不管长生态，被人爱去泪在襟，蛟龙竟被千岁困，妹夫海远后深情不肯吐真心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伤情人。官人啊，你小辈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话与我念前生是那过你杀出来，我拦着与你是把冤伸。我的前程倒也罢了，一起前程，我把你也算老成。什么把请我做了？把他做成，把你前程老年送，光阴把刀在朝中，你在重量越多少，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更一子，偏打成我真勇，小生啥有凌云子，定在你接着老年送。听是年来望兄，我归山岸上老子公，不该却做了真君子，上朝时更要黑真勇。既说你做两家冤罪，他你为什么将蓝真宗是虚真勇？怪不得那寂寞像眼中的他来不起他。将蓝针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耐上耐，小生啥有出头时，定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天生眼泪，我心惊胆他要掌握年事法，像妇女总有妇女心，我蓝针做人好为难。哦，老弟弟你走江上哎，我就是能上凭这冤家账啊！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轻。
想念父杀人外婆干，我难争气，能去海佛君。啊，冤家呀，你在没有夫妻情，我难争陪你是真心。我常言道，誓不丧事要后悔。我外人急忙与他去巴黎啊！带我去在乡门桥。门外敲门的是哪一个？我郎正来了。呀！我在四方马前程，可算来了你来正。公子，开门啊！心喜张作心快呀！家中快也去相迎。啊，公子，快开门啊！来了。啊，娘子，请啊！公子，请啊，请啊！请。啊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啊，公子，请来见礼。娘子，请坐。公子，请坐啊。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请问娘子，你是谁的到此？哎呀，还是到此一句话？哦，你问我嘛？我是才得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哦，娘子是谁的到此啊？哎呦，谁的到此嘛？怕他做甚啊？我嘛是才得到此，当摆起家子来了。啊，公子，你为庄侍问做些什么啊？我说啊，我说到底是什么事说？是说无尽之说，可非被几句叫我听听？你要听？好。客儿送来心儿飞，多故事说句忘记。官人，你忘记了？为起我倒有几句记得你，让我来念起你
的书和我是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不信我背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官生啊，我这个人啊，都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不肯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偏偏要背。那么你就背吧。好，那你听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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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背，到你自己往中去背。小姐啊，小姐，自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哎，我可没有叫你呀、兰子啊，兰子。哎呦！哎，你兰子的名字多上数了。哎呀，官生，别人的书上没有兰生的名字，你官生的书上嘛是一个兰生的名字啊。你既是上班要盘问我的心声，小生不是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心事？我不是，你当然不知喽。恨前尘上天黄水分，伤了我心家一窝我的精神倒也罢了，提起前尘，我骂你年送啊老陈，我骂你前尘老年送，你黄云把刀在朝中，你
沧海从良与多少，却让我是心太凶。你为战场干一次，偏偏逃出我阵用。小生杀碎凌云子，我定杀你结杀是老年生啊！年是三啊，年是三，我骂你奸臣年是八，你父子同守一阳间。你将兰真终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中败难，小生杀于车头上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杀。老我骂你前次招问我，去言我是他没来做，一生用心是我写大妹，我一上班刀钱一写满头，你去哪里去？千山月月情人家，护卫让小生，我虽黄衣做你命令子，事到中间不平衡，小生杀于高官中，我将你去光下山去从。
洒在凌云寺，你是一封书说将我离。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差子也难比。娘子啊，可怜我家破人亡受辛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，你心何忍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杀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外望娘子来偿是我娘子。天南远家来花送，一阵阵安慰我啊。我杀去了冤啊家民，那年父埋门我难顾，我杀救了父亲与父母，我难救眼前的亲丈夫，这两家生死要我来定，那年王好比我来争主啊！娘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娘子。我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难真是太糊涂，想弟弟做天下吧，做血水杀成多，我怎能抹去忠良子？我怎能连黑我情啊跪下的来，苦苦的哀求，少年起来。娘子。官生，你下次说话要小心才是。是，下次说话小心就是。
娘子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？我嘛回房去呀，我在这里岂不到官人的读书嘛？娘子，你休要取笑，此次得小生陪你上路就是。此次官人请，娘子请。奉了夫人的严父姑爷请，跳向哪里？跳向哪里？来了来了！严伯伯是你呀？跳向那里？同把姑爷小姐去说言儿去见。严伯伯请收台。欲请姑爷小姐。小姐，飘香何人？小姐，严贵家姑父娶妻。命他请见。是。娘伯伯来。见姑爷小姐。阿亮，娘儿姑父何事？小姐。今日乃是夫人首当之际，他们言我姑父请姑爷小姐姑父讲言。操！外面灯黑，严伯伯请我来。官人，不是娘儿到此为妻，我倒忘记了。娘子忘记什么？今生乃是我母亲首当之妻，你我做小辈的来给姑父拜寿呀。娘子，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说哪里话来？你做女婿的，哪有个不姑父拜寿的逃离你？是与娘子同去。官人，我真想与你同去，怎奈我婚后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那我也就不用去了。哎呀呀，官人，你这样大的身量，怎么还这样孩子气你？来，快到内堂更衣，也好跟娘儿一同过福。娘子啊，什么？你我既是好夫妻，难道你不知我心里？什么？因非真用孩子气，遗弃了孽父，我的心事俱够气。我官人
为妻祖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许仙言前许狂对你三分恩爱三分。哦，官人啊，你睫毛变色须千计，先生嫂嫂要转家门。小姐唤我是娘儿，故意他不为允许，你在举起宴上要小心伺候了啊！要想娘爸爸那啊，献上之后早早送过夜回来。娘子啊，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娘子，我去了。啊，官人请坐。娘子。总算与怕天下事情，与为妻替你来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呀。娘子，我去了。国父去迎接姑爷回来。是。老臣请啊，老爷请。我当拜酒席，但等叫客来。老臣请，老爷请。
陈姑爷道：“有请。”是，有请姑爷。小婿拜见有福有母，延续罢了。啊，延续，为何不见我女来着？娘子她手上的外缘，不便前来，不能与有父母之手放弃死罪。哎呀，哪有这许多将军？有父母在上，随小婿拜寿。且罢，反正家父外客，也许前来设主拜宴。是，夫人请，老爷请。也去请。延续请啊，请。也去请，也许，哎呀，贤婿，怎么饮酒未满3杯，就这道谢见了？娘儿，怕不姑爷到司马歇歇。是。夫人大应不会也许他到一点也不会饮酒哦。是啊，你那个延续乃是个真正君子，与那些作乐之徒可不同啊！那有你这样又在夸奖起你的女婿了啊！老老爷早就知道，有请。上谁我也拜，不拜也罢。哎，今日乃是少子最大，要拜你，要拜你。这女孩见爸我，完整这女儿夸夸起来，夸到后堂上坐。兄嫂，今日正是双喜临门哦！哈哈哈哈哈！今日是夫人寿诞，孙子一喜，但不知这丧喜临门嘛。东雷兄嫂，请稍等，家园去报名上来。东雷兄嫂，请看。样子，主公好惊喜！家贫那天赐，那天赐。
啊，东雷兄，我自保庇，岂非也行？孙子也行，但不知此病名叫什么？东雷兄，此病名叫羊子半月病。羊子半月病，是。可是那股三别种子正邪的心儿子吗？是。嘿嘿，哈哈，夫人，老爷，这香子半月瓶乃是无价之宝，只要插上一根枯枝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啊，只要插上一根枯枝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先走吧，去。哎呦！妙夫人，老爷，快将这宝兵好好珍藏起来。放心了。啊，谢帝，东来兄，今日令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。东来兄，今日乃是丧事圣诞之际，我是说是要畅饮几杯的了。啊，哎哦，哎啊，拜爷的请，东来兄，请请啊！
他们留字，带我去找着花园后门。进得远嘞，为何不见花园后门呐？人青青，留待春樱花香来，静悄悄不闻声雨声。一座高楼迎年轻，真相公。相公，乃是年送老者悲本之词。臣子不仁，我不必进去跪托一番，若是找到病症，12月好为弟弟报仇雪恨。年送遭遇乱翻心，基地定在乱中城。臣子不仁，我切进去找到病症也好。灭中的随身列赞，我本是虎口一生，是我再把谢地灵，何况娘子真定，千万要去找在家门，我马上留去抽身走。总算是被人快见，人家只知道我是爷夫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这了言无妨我本是爷夫新贵人，要不谁有几位事，拿子女去报仇心，我放大胆子上楼去。上楼来
是最乱的历代。黄金千两，彩缎八匹，尽写怪物大圣，不妨笑纳。哎呦，好会的礼呀！曾七岁自山海关重兵，随来5千兵马，为收复失地，将功折罪。向那坠落，伤及失地，立改再受。如今老者随了他的贿赂，竟保罪起他来了。你是我老者，你是指农居外法，还不领声痛恨？我不将这历代收藏起来，日后可以作为一个凭证。郑王郑空几岁等岁，郑大爷日下夜尽最早。啊呀呀呀！想到夏太师也是被这老者所害呀。郑王郑空几岁等岁，郑三边种子真是弟弟。啊，弟弟，你呀，已经奔走好心伤，不与争勇同台长。我弟弟本是忠良强，在我门理不当我养年岁是奸计，俺家亲是还你草里中间见公分啊，出在我好心伤。越早越早远吹棒，我听讲前头在用阳啊呀，弟弟呀，弟弟呀。是谁应有高此地，只怪晚上多情意，是龙孙儿不知心。小姐，双儿一归我心里，弟弟呀，上帝可像那标本来乃是军机重地，男女生等属于乱闯者有列战之才，何人他等尽管上来？灵子，你快去看来，小姐，快去，小姐，小姐。
是谁？原来是燕姑爷。拜见燕姑爷。罢了，燕姑爷，你怎会藏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岳父的所累，难道我就不能来得了？哎呀，燕姑爷呀！此人名叫标本雷，当初一到府殿门，才是周通爷夫一同吵架。三是标本雷，要连三是谁？这个时候是好啊！姑爷，我随我下来去吧。好。啊，东雷兄，请啊，爷的，请啊，请啊，请啊！哈哈哈！哎呀，燕姑爷，我家老爷与众位大臣这不协听主意思，换来御药到天明。今天是委屈不成呀！这个时候是好啊！燕姑爷，你还是到我家小姐的室内去吧。哦，你家小姐所累啊，这时候死的呀！是的，哎呀，死不得的呀！哎呀，死不得的呀！哎呀，死不得的呀！把名
了故意。是啊，免得多了官司。要想知道了好。哎呀，你快去，你快去呀！冤家。刚才把枪把官人你，听说是你的灵呀，把酒来想要我流血水塘里，哎呀，官人啊，你从东面玩儿到往上，西面玩儿到往上西，你前不想为妻这样做的，谁知你恰是推心不定，眼看着你生杀火药临相的，你还是满腹无知不成身，请问你继续盼一归，我是早上盼望到晚婚，好比是眼睁下了心，千丈花朵，千丈花朵是人心。
去到府中，只见一切人等个个面色惊慌，十分混乱。老爷夫人举动不惊，闻言出来，似乎已经张灯之前早去回来了。表兄，你怎么讲？闻言出来，似乎已经张灯之前早去回来了。为什么都与金黄山？为什么爹娘不见都避开？非是正宫年财，只怕我撑不起两番。明晚香张灯配桥，我要去年父迎娶故意。李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，怎么，小姐回来了？夫人，老爷想必延续他为政为屈，看来又要一场万闹来了。是啊，家园，稍是小姐为夫，你等要好生伺候。是，有请小
去。也怕不行。谢帝娘，女儿告诉了。儿啊，伯爷三更为做娘家，为了何事啊？女儿一来问候的娘。哦，这是女儿一片孝顺，那儿呢？那儿？哦，是因我前官山辜负百岁，事情未归。愿我放心不下，我是他的来请我官上为嫁去的。哦，原来是为了你丈夫之事，你丈夫之事嘛，问你母亲去。母亲儿啊，母亲，我家官生他眼在哪里啊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呀。儿啊，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为你弟弟去吧。母亲，弟弟说要问你，你又要是问弟弟，你们两个这样抬来抬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哎呀，儿啊，言系辜负百岁，谁知为因三辈，就再到这些前，那是我们娘儿扶他到死亡歇歇去了。原来我家官人在死亡歇歇，带女儿前去见他。女儿，什么弟弟？儿啊，你发这样来迎接玉玺之事，为父一名衙门前去请过，谁知言去他不认所望，为父我有名家人私自进找，迄今不知下落，想必他为夫去了。是啊，想必他已经为夫去了。弟弟，我家官人事实早已回家，女儿何必还要问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哎呀，他在外甥府中，弟弟我又何必我问着你呢？是啊。娘儿。
小姐，我来问你，这府中宾客往来与何为凭？与何不为凭？好不怎样为凭？宾客来往，进府往好，出府下好。好，去好铺过来，快去！弟弟，过来，过来！儿啦，何事啊？弟弟，这府中宾客往来毫不上面，可曾写得明白？这毫不嘛，是说写得明白。可做得出府门的凭证？老爷做得出府门的凭证。是弟弟，你来看。这金部郎年引用过一字，写得明白。姑爷嘛，原是来过了吗？那么车部郎年为何没有引用过一？是个是啊？这个哪个？想必是那个掌棍之人一时疏忽，把他遗漏了。是啊，想必是掌棍之人把他遗漏了。哎呀，母亲女儿不要你管，与我送下。大胆奴才，姑爷出府，我要到现在外不消耗的。弟弟，你不要与我争抢这事了。我这里冷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加上去骂奴才，人到他小里藏到心不得，今日一见过所见，莫非他家中此爱欲把女婿？哎呀，弟弟呀，你空了眼，还不黑？害我上前取名枪。哈出他弄恰成手，把死奴呀！我心中焦急难开我在上前撒娇，我遇上喂呀，弟弟呀！弟弟，我将关上国府百岁非臣撤去，他分明还在府里。弟弟，你好歹为我搀扶，你好歹为我养哎呀，女儿啊，你的丈夫就是我的女婿，又不是外甥，他上外在府中，为父我又何必不挽见你呢？是啊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甥，
那你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要害了他呀？我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哪有常人害女婿的道理呀？啥不是害他弟弟？你为何叫不出上来呢？哎呀，他人都走了，你叫我叫什么啊？他走了，他走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哪难道为父母，我为把你的丈夫疼chết了不成？对呀，你真是疼chết了我的丈夫。你知道好多不傻事，他不在你光子里问题，你今迷糊还要恨，不该害他伤了命。你今早不忘我生一个，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想？你还要与你把你踢。哎呀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呀？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啊？难道你谁不为管教啊？奴才，奴才，你本是爹娘生来的娘娘，也但他家就放了我的娘，奴才。女儿怀相思不语，那将你不孝的奴才是自惭狂。女儿的终身依靠丈夫，世间依然不在，怎不叫女儿咋嫁行，不孝。哎呀，不要哭了。夜郎，夜又有什么好的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呢。他只不过是严家领来的严种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你气爽知道他是严家领来的亚种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将女儿终身许配于他？这都是你祖母的旨意，为父我谁？你猜你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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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讲，你怎么样？我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中。你好啊！他一句话儿落开放，岂不能在乱想？
你这个奴才，真不讲理呀你！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才生出来我这个不讲道理的亲人不把他受训当。要怎么想？要怎么想？我与你同情做法离别。你话有理呀你！哎，我世上有理，我告你有情吧，女婿。我气死黑姑他了呀我！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呀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好，我与你同去到借相谋去。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到相府面前，你是高不过他的，你这又何苦呢？哎呀，老爷，总要我与我不见故意。哎呀，娘啊！看来你早要逃税，杀了你那爷啊！
呀，哎呀，打不动人打乱了。谁呀？哎呀！哎呦喂！哎呀，夫人！哎！哦！哎呦！我知道这样子把牛皮那是无价之宝，是为我花了多少心血，花了多少农地山，弄到水千万怪不得，千万怪不得！儿啦，这是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根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哦，插上一根裤子就能开花结果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女人15岁才结果的？你们害死我的丈夫，我就关死你这大病！哎呀，女人！关岁娘子把牛把平，哎呀也郎安不行，不行。杜雷兄，是谁？是谁？我倒是谁？原来是兰人这女儿回来了。张师傅，哎，你哪里知道我家官生国父百岁，我弟弟害死了。哦哟，哪有长人爱女婿的道理？不为你，不为你。哎呀，东雷兄啊，来，东雷兄，来。哎呀，东雷兄啊，你真的把叶勇给闷死了啊？哪有这样的事？叶勇不负百岁，为应上辈追悼期间，命家人辅导苏王一时不见，我到他为父去了。这次不想拦正他为父所讨。小弟明白了。东吕兄嫂切莫生气，先请为王歇歇，让我来好言相劝，拦正这女委屈也就是了。来。哎呦，夫人，夫人，哎呦喂，夫人，夫人，张师傅，哎，你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一郎。哟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来人，咱女儿不当我为我靠的你，原来为此小子听，一用不是小孩子，哪里为一三八路命？咱女儿站起为家去，关进好你常常做这好女婿呀。长门我
莫不是商量把阎郎的死罪压抑？黑阎郎他定知晓，我放了他，我就中了计。怎么我？你不要假爱假词假我计，话我唱得并不义。你的丈夫又没有教训我，可怎么用我教出来呀？咦，你叫我弟弟为忙，你叫我找你，你叫我找谁呀？弄到我个头上来了！这是你凭啥听警察？黄绿默默做丈量，今日黑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到树根先去死根呀！没，哦哟，到了下午的面前，哪有我说话的地方啊？嘿嘿，还是小哥，我是偷偷的绿掉吧。我亲自到大街小巷为郎中正女找丈夫去。今天你来当，去不得了！好，那你爱我3天，我找到叶勇，亲自将他送到府上去修饰。哦，3天能找到？3天能找到？那么1天内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忘不可。你来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今日为了你丈夫之事，为得其将来当上了灯彩，关上了杨子8月并不说，事情我要弄到我个头上来。你怎么事不讲道理呀你？早问我，是我不讲道理。不，今天去，今天，重要啊！与我登堂操夫事情神话在四妹子上。等兰子小姐到此，小姐她名声有帮什么？是此你我迎上前去。
爷妹，你拨弄响应，莫非与兰州之意？姐姐休出此言，欺负他眼才。眼在哪里？下去。爷妹，叶兰在哪里呀？姐姐，此种之意，请到小妹房中一叙。姐姐请领子带路。爷妹，叶兰在哪里呀？领子有请燕姑爷。咦，跑到他的室内来了。姐姐，请坐。啊，娘子，叶兰，娘子，请问将我与是谁来有事啊？他谁把我一空心？我为你生年我6千多生，我为你当成了我儿郎伤情，我为你老年妇我怒当我为你光生了把牛包皮，我为你觉得要拼命，你倒问问是我不是梦想多在这小儿听，你啥不把心与生，休怪我懒真不了情。谢谢兵线太在，必到书房读书楼，一心只想为家转，找不到花园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家
来小生一名婿，连来娘子为我生延期，连来娘子为我带玉呀走，外王娘子啥事我？冤家呀，冤家，听此言我知心语，我埋怨你郎君太他你平白无端撒红雨，我为甚抓来我斜眼啊妹，我在县里林子好知呀妹，我谁唱郎君同白当。你拦着，你找丈夫怎么找到我女儿的房中来了？今天你的差错被我抓住了。你拦着，你到我女儿房中来做什么？咦，是家姐妹房中来不得吗？往日里你是该来呀，今天你却是不该来。往日该来，今天有法的该来了。你往日里来做什么？往日来嘛，叙叙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你讲，来找我的丈夫委屈的。你找丈夫，可怎么找到我女儿的房中来了？我女儿的房中哪有你的丈夫啊？亲啊！弟弟，去！哈哈，我女儿的房中哪有你的丈夫啊？赵师傅！一定是你这先生撒出来的话呀！快我不打！老爷，此事不能怪小姐。哈哈，不能怪小姐，那么一定怪侬个小姐子！快我不赵师傅，此事嘛不能怪林子，要怪呀就怪你曹师傅。怪我啊？可为什么要怪我啊？早说你做事真刁刚，你家长嘛也没当呀娃，一郎分明是你过，今日里你要下地来拿啥是我管他来的呀！喂，是我叫你来的呀！一郎，是不是赵师傅叫你来的呀？是赵师傅叫我来的。好啊，曹师傅，真凭啥句才言人，全部在这你承担。兰正一看我的胸，我终于理这一分别难，不是催生下人去。我为什么要背呀？我问你，喜欢滚盘棒还是死板棒？哎呀，两个棒棒是有哪里？那个叫做滚拜拜，那个
叫做四盘那个盘，官办把并不难，我与你到祖母跟前去追。今这事是你犯错，当破等才你赔还，当铺等在我赔呀我，个银子所里有5万，我里个平平脆脆都卖掉，个银子完全断呀两万。下午面前去官办，弄得不好，脱落自保我来塞。官办办是不好办，还是听侬个四办办。四办嘛太简单，你写一张不便去。跟我为什么要写呀？你写不写呀？我不写呀。你不写？哎，我不写。不写？不写。这到哪里去啊？到哪里去？我写。老师傅，你快写吧。写吧。老爷，我还是快写吧。早问我吃啥？吃的我是2眼巴。我不怕严府势力大，也不怕将军皇帝死国法。我天不怕，个地不怕，只怕是阎王真。什么？我的姑奶奶，就是谁有谁不越棒。来，赵主播，快写吧啊！好，写。哎，这叫我怎么写呀？好，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好，我写一句。列国边人赵文我，不该把英勇藏在女儿的手里。可是我写。写。是察赵文我之意，与赵万载无关。他离我便回去。那赵师傅，我没有给收音。野了，我们走。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啊！为什么啊？你想，你为了寻找你丈夫之子，从严府当到曹府，两夫人等哪个不知？事情预先我女儿王中随着，你要是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把她逮了回去，你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哦？那么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我名正当大叫一点，你坐在轿里，他躲在轿内，悄悄地带着回去，瞒过众人，也好保全我这张老脸。况且你大妹生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好，那我名正当大叫去了啊！送曹师傅，不要送，面孔还有点痛。送弟弟。爷辈，为姐杀不这样王牌，只怕要连累于你万千死人。姐姐羞耻此言，姐姐将这里头请到小妹房中一叙，姐姐